军，天不负命上命就用，今日的命不虚长，他是把枪雕亮一用，见其从里绝不相同，看见人才相貌堂堂，爱念终身托他身上，难高言令人痛痛。岳将军，顺才，你且散下一个梦。顺良子。燕阳太师将军你诉啊从到今天凭此物可得说，要爱公审名就密名哟。你把那贤妇中，见天来望多谢群主，我有一言，你爱谈清楚。群主请讲。老王年才贤，贤王做主权，老爱世顺就，只得一聪言。是的，一重言，爱谨记在心咯。群主，这边宋威所见，看该旁宋兵已到，请群主先回宋阳，待威顺杀退这边。岳将军，你爱小心了。生良子。群主，你受奖咯！你是何人？小将是傅登魁，奉了万岁之意，前来解救群主你回朝啊！这哦，群主，俺俩有现有的产马，请群主送马来。好，带马。遵命。呀哈，那杀变成了驱马了啊！放进那。
享太平。苏梦啊，同台呀，他为良，为良，大地尊敬呐，张贵敬。文堂万岁披靡坤，急忙不以县衙堂哎。哎呀，千岁呀！今日万岁同台去打猎，群主不加前往，没想到北国金兵团团的围住，万岁批开，群主批钦，希望千岁速速派兵救驾张黑呀！哎呀，罗爱琴，明日快快多采田伯父，点了杨家将，旺采同台救驾，不得有我，快去吧！良知。你看，莫将永远走。哦，拥有就来得真好，随爱之业。千岁，神忙多田伯母来了杨六郎啊！微臣参见千岁。不用多礼了，岳将军，快回田伯府，点谢杨家将，旺采同台救驾，不得有误。哎呀，千岁，切莫慌张，已经万岁以群主已安然返朝了。安然返朝？你讲嘛个？本王杨办堂么？你快说了。来，千岁请坐，用神慢慢走来。神丰富之民，恢复探梦无案，行至同台，仗义金将百鸟礼。该车十分骁勇，以万岁前来交战，将万岁打下马来。又将群主当义肃查，阿蒙翻榜。为神奋不顾身，单枪匹马，杀退赤壁，救了万岁，又脚下肃查，救出群主，已经万岁以群主，已安然返朝了。太好了！岳将军坚持其功，等万岁回朝，定当论功封赏了。哎呀，千岁，为神不为叔公而来呀。那你为何而来呢？这两军趁前，群主对我言妥，不过为神不该爱向千岁请告啊。群主说什么话呢？群主言妥，老王言在先，贤王做主权，要爱死神酒，是得一重言呐。一重言。张黑，女士，在现辛苦创业，多采南清宫。良知。老天家，千岁，通知了文武百官，前去接驾，本王随后就到。良知。状元公随咱家来呀！带路。冬年红
求见贤呀，金安乡，金安乡。胜利蒙城见驾，贤呀千岁。常言公平神，恰贤呀。刘将军，猜他是辛苦常言见过吧？好，为神见过苍眼讲，六将军呢？两群讲错，下错。不敌贤呀，先为臣进强，有何轩谕啊？常言讲，这言六将军同台救驾，劝阻在两军阵前，说了几言语，其中有你常言公才女，所以将你先日将来共同商量了。为臣相告。劝阻他言多，老王言才贤，贤王做主权，若要事成就，须得一常言。呀，贤王做主权，本王爱主权莫改呢。这千岁的个事情，当然就做得做主权了。哦，若要事成就，须得一常言。一聪言，有你才女呀。这纵然还有为臣才女，也是查夫推查严谨呢。样板讲。边推边靠听听。请问千岁，那权主可曾分配啊？并不曾分配。既然不曾分配，想必是啊！常言讲，牙牙一说，你可明白了？俺啥糊涂了哦。常言讲，有所不得，这也老王在世之时，为我父母重视，甚至流失一数。千岁强讲。常言讲啊。台前路一难，终是莫言关灯寒。常言为媒君作主，红方义为两高堂。妙办解释，天子做主，常言为媒，艳阳披是为品，凤凰一回呀。常言为媒，错噶，也个骗媒人就是你喽。此事重台，乃莫万岁做主。哎呀，不敢为媒呀。样办？本王讲法就冇准算了嘛。非是哈，千岁呀。君主聪明甚有才，本应自有万岁配。梦真敢来为媒，自作主终将身害。常言讲，身材人个胆量啊，样办？挺细了。不得不小心呐。常言讲法，本王小拜，你家小心做自带，恰好公子那痛快，天下本王百年无在，燕州你最不将灯台，爱州你万岁有
呀，千岁呀，燕就是你共身败，在下年落来安排。杨庆出将一把娘子，哎呀，俩种喜事，燕就喜满快。我俩个每年系挂酒牌，挂酒牌。俺师兄啊，杀了杨谢啊，送你呀！
出的风啊，西松梁啊，是啊，众神派良将，得方进京拜蜀王。方此拜见蜀王，平身，恰蜀王，此错，恰错。蜀王，此次同台肃降了。不错。国王此番同台杀掠一番兵，向左不测啦，还好上天有保佑，能转祸为安啊！方此感冒蜀王，此次同台救驾好人之功。但是一名英勇的小将啊！那救房外的就是何人？也是这位英勇的小将啊！也是一员英勇小将。蜀王可记得从年迈一事啊？老王遗命，焉能忘怀呀？太古王明日早朝就传下口谕，命了辛苦的创业李梦珍从严为媒，将伢奉媒几个众神许配了救家的小将，不敌讽刺以以下如何啊？蜀王从言现在救爱，何不先他进京，共同商量，妨碍众神太师了。太古王传旨，先给你讲良子，万岁有旨，现从严进京。良子。群主欢迎老王面，蒙真今日做媒人啊！朕李蒙真见驾我王万岁。